见我系你换啦，唔我讲我换真水。OK， 我當今我冇試白教，我就自己 post 到啲，我 show 到啲Facebook 會有試白教，我介紹兩路呢。啲款呢是唔是？John，嚇，我本來 KO 我 I'm going off 啦。OK，拜，你是哦，嘅報紙 ，OK，拜拜。感謝你告訴。伊有 deadline 嘛，關。哦，試白教，試白教要做工。但應該有 deadline，應該本地講我兩件事講愛 gathering 嘅時候面。哦。因為講有 deadline，講我說哎呀，買辦講伊 deadline。Next week 咯 ，next week。暫時叫Hopefully next week 啦。豆哥咩？叫豆哥 help 豆哥咁冇你顧啦，咁你講。我這個冇做 producer 剛剛我把佢卡拿出去拿卡，蠻搞啊。你冇應嘅。笨蛋啊！冇手拿卡拿手，所以未蠻搞啊，跟住攏錯。OK， 差唔多會好啦。OK，paste post。OK 啦，差唔多 start 啦嚇。แล้วว่า start 咧時候，可能 start 講嘅時候，我個隻。OK。time。係啊，各位聽眾，我再歡迎到嚟收聽本嚟學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哋特別嘅電視裝咧介紹就係，這個禮拜我哋講嘅話題是講數頭，但係人問我數頭係咪好講？等看下當今，咱看咱落幾點鐘啊？定數頭，喂早起了英國中，一確定個對內，伊講伊去菜店買邊物件啫，แล้ว個半減啲，可能半減啲。哎呀 ，sorry， 未記開啦麥 ，sorry， 博金啲，แล้วก็博金啲講句 hello，hello， 兩好，แล้วก็阿三laksa 歡迎 ，hello， แล้วก็xin chào， 梁剛剛 ，hello， 人家可能北一名，好名叫咩？梁剛剛，แล้วก็道哥歡迎道哥 ，hello。แล้วก็校長阿龍，今日校長真正好啊，冇困。校長阿龍歡迎，特別冇被困咗。免，แล้วก็劍水店歡迎。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 Clubhouse อยู่ตรงนี้เป็น喺ฮอกเกน Clubhouse 冇 Club 啊，แล้วลองน่ะสิ有 Clubhouse membership 嘅人เหรอลอง會使去add วาง啊，到啲 Clubhouse เป็น喺ฮอกเกน冇 Club。แล้ววันก็另外一個叫做 Global Hokkien Speakers 嘅 club มันสิคิดกาบุษงวีหลัง講福建話拍確嘅ก็Clubhouse 上面人就是บ่มอแป歡迎就加了人好แล้วก็น้ำทราย歡迎大家好ก็มอมกู Hello ก็บัสบลัดsampai belajar Bo sampai happyนี่สิsampai belajar sampai belajar Hello นี่小姑冇對啦แล้วก็我哋新交朋友崔啟斌歡迎崔啟斌 Hello 崔啟斌啊我未看你是我應該知啦你安怎會知道邊個學健 podcast 呢City Clubhouse 咯但 actually 嗬阿 John 啊，我俾妹妹一個物件，你是唔是 Matthew 樣嘅 uncle 啊？對，你買人嘅嗬？嚇，我是樣嘅 friend 啊，然後有一擺你甲我啲個 house 講話嘛，然後我就看，誒，你邊就是啲樣嘅 Instagram 看過人睇。邊撚搞死啊？邊撚搞？對。有你把Matthew 還是把樣隔了啊？好，我把
我是 Matthew 嘅 classmate 嚟，哦，嗰邊我本唔白 Malcolm 嘅嚇。哦，你本白 Malcolm，哦，伊人有幾來本咧，本來學嘅當時有個畫名叫做 Malcolm， 是叫做格林亞米買到嘅。แล้วMatthew ว่าเบกี้มีอ่ะ Matthew เบกี้มีอ่ะโอ้ก็เดียว所以你是到底 Clubhouse ก็จะ講有聽到有人講話你ก็จะ講本來福建你是唔是記得你本來global 本來福建不你 global 福建 speaker 是房間啊聽到話嘅啊唔是我啲個別店嘅房間然後你只係 promote 你 page ว่า係咪你 promote 你 page 啊啲個別店哦，嗱，我就是你看啦，我就好好笑咪，佢拍廣告啊，就是給俾靚浪80萬攬咪，做 sales 做 sales 話，係，有人直接俾參加話，人哋使起嚟講，那是兩部 membership 嚟講係使講到 DM 話，有人使後背每坐嗰隻，數頭是唔是愛水往厝歸入數頭先？真係你使算好。啊，水有冇水性啊？嚇，所以我是講數頭啦，其實按照款係數本唔使算啦，數啊落梅啊，佢唔使。OK， 我就嘅啊，等我別記梅，出去邊都是到啲當經過到啲邊嚟哦。冇我啲 Michigan。哦，到 Michigan，OK。แล้ว叮當都踏車是你กับ Matthew 是บัดต啲特別冇你唔是 Matthew 唔是ต啲比較會บัด你是ต啲邊度บัด咧？我是 high school friend 嚟。哦，明白，我可以嚟講OK， 嗱講 lock 嘅事數啦，我每個人看你會叮到。過早嘅時，都係出來梅，會數梅嘅時，伊個 lock 是安怎嘅？伊個數頭是安怎？唔是個 pad lock 啦，แล้ว個有佢哋唔相看 lock，唔相看嘅數是安怎嘅？我係厝嘅數時是一支，然後就隻 classic 嘅一支長嘅，แล้ว我 handle 嘅梅是然後伊是鐵花啊，แล้ว你就安尼撒落來。阿 John，sorry 啊，阿 John，你冇 video 咧。Oh shit! Why video 冇啊？嚇冇啊！哦 ，because 路人哦 ，OK， 我別記開先。อันนั้น有啊嚇，แล้ว你一數頭成日看開嘅，等呢？伊是原來你出機嘅呢啊！哈，對咧要起，特別一起到啲頭整嘅，一等嘅呢？鐵壞啦，鐵壞。嚇，一個唔是你 BB 嘅啦，伊唔是 BB 嘅數字嚇，咧要好白就，伊個數字頂面咪是圓咯，แล้ว伊頂面圓，會跌落來，แล้ว一邊係起嘅嘛，會有起嘅，แล้ว伊頂面嘅位下，伊個寫幾號嘅，832嘅是27項，1項線，然後你就會對掉伊 number， 人看到你 number， 人就使起碼係是接你厝嘅。哦，對唔對？嚇 ，number 嘅。亂講嘅話，你係見到出嚟數字成咗係哦。我就頂晚數頭是真正重嘅，數頭哦，就是喺啲等嘅時候，哈，咁啊，即係色呢係 bronze 嘅，有隻不，有一種嘅是要混嘅，要怕混。我寫咧要寫定冷字啊，啲當嘅嘛。英哥唔是英哥咧，老鷹。一直在英老鷹嗰時咪有寫字啦，啲會動會開。鑽石啦 ，diamond 是白嘅 ，diamond 是白，高一個是愛 ，diamond 是 silver。我諗係愛，我諗係厝嘅介大咧，嗱，數啲迄個鐵鏈嘅梅啊，แล้ว伊背啊，了見背，個隻重 ，I think，我細陣時我個未記，我7歲冇個會記，แล้ว個就會個係一個鐵鏈嘅。กูอยากจะเลยที่เรียนในห้องแต่เก่าเดียวว่าอะไรอ่ะ叫咩ว่าจีอังจะ叫咩幾乎แล้วว่าจี乎嚟這邊嗰時一句講你啲數咧每成嗰時你諗時是 Fort Knox 那時候我特別是嚟邊是康康嘅是我啲是講特別做給人看
一直看到啊，伊就知讲伊袂入，伊若是讲落爱挂啊，你特别夹咧，小灰啊，哦，鼓啊，那迄个物件有影真正重咗，我人搬去时，我无录到3岁尔啦，我甲是7岁，无录到会夹迄个铁链甲迄个物件，真正重着，我一世人毋捌看过一个锁头安尼大咧，甲当今我毋捌看过个。哇！你我都唔知鐵鏈本度掉啊，鐵鏈。哈，伊鐵鏈講，伊鐵鏈佢唔是講你山的鐵鏈，迄個鐵鏈正重的鐵鏈咗，伊特別去迄個，你再講古早咧，你去迄個修理車，伊人愛吊車咧，嘛是夾咧鐵鏈咯，古早是無咧無 machine 的嘛，咧鐵鏈來重。我家都是去教你人買鐵鏈吊起來鐵鏈，你就掉了。錯點解到車是唔是嘅梳頭嚟梳嘅嚇？係咪？有咩？啊 Mr. Bean 嚟咯。 Mr. Bean 係咩？車乜都有梳頭，你是講到幾年？牙頭嗰時係咪？幾年前？㗎。哦 ，steering lock 冇上下，咱會使講日本，咱會使講 steering lock 本。嚟啦，唔是哦。steering lock 咱會使講本佢哋。所以setting John 係你 digital 嘅啊，講 number 銀色嘅 silver color 咧，掟三連 number 嘅啊。哦，อันฉันว่าเบรกเกี้ยวอ่ะว่าเบรกเกี้ยว 係你掟 number 嘅，掟起掟路嘅。係你古早嘅時候，哇，感覺到計 grammar 計有人呢，計 atas 呢用係你 padlock 嘅時候，計kagum 免嘢數字是嘛？哈，一陣那時候 IPA 是你，哇貴個死啊！古早係你細粒呢咋？你是轉呢係 number 冇แต่咧後尾佢會走出嚟嘅佢，แล้วลูกไอ所到對ลูกไอ flatten อีตัวที่แต่ number 叫 neutral กันแล้ว誒，咱我係講，咱講厝嘅，咱講你旅行嘅事，咱嘅你垃圾誒落乜嘢？但咱講厝嘅先，你啷個厝有幾支嘅鎖匙？你叫10幾支。啊，你講下兩間司機，點解司機？我一個梳頭學冇一個 master 機學㗎啦梳頭。司機係咪一個 master 呢？你自己鎖匙呢？你厝定到成時咯，你開㗎啦梳頭。嚇，對咯，我本是嘅冇數咩嘅家姐冇。我嘅是auto 機嚟冇所謂。誒，我係冇想嘅喎，我係厝啊，頭前門加邊影門。甲後背妹誒鎖匙是無相嘅，所以我人有3支，後背妹一支，了邊仔妹一支，頭前妹個一支，了我人後尾是我厝入出一道嘅時候，我人樓梯有個夾一個夾花拍咧鐵花，了樓梯個一支無相嘅啦，了我人嘅妹。大梅迄個鐵花梅內面，嚇你是鐵花嘅鎖匙，鐵花內面個有梅嘅喎，伊梅個無上嘅落嘅，下邊個無上機，然後後尾梅是冚迄個鐵梅嘅，鐵梅伊段很穿咧，是你個就係落嘅迄個頭前冇內眼嘅梅，本是就夾鎖嘅落，所以我係厝嘅鎖匙只大白，成日較古經嘅迄個格呢。你茶妹，你琴日個俾吃一嚟茶嘅。對，我俾吃一嚟茶嘅。哦，一支機拍壞。對，茶妹。好啦，你咪出去夾鎖匙嘛，夾個貴餅，喺度借一部。Hello，是哦。我死白杜蘭夾鎖匙，有下面就件鎖匙嘅，我真係杜蘭鎖匙嘅。你講下做咩事件呢？因為出門嘅時就是係。no， 我就是愛換掉我鎖匙㗎咧，嗬，成個司理可能一堆教做開門，一開門。唔免啦，你用號碼咪係咯，嗰啲是冇時間鎖匙嘅當劍。就是我就是換我硬咪。嗰啲是訂號碼，嗰啲訂號碼，你攞我都會，攞我都會，你就講佢你冇嘢鎖匙啊，諗大刀諗開門樣直噔噔，嗰啲好似爭咪樣病，響個鎖頭，你鎖啦，唔是鎖頭啦，鎖。依個鎖匙是有可能是 repeat 呢種就。
啊，那怎么把都讲呢？有后头，有后头诶，有三後頭呢，323一扛一扛平，路都會好上嘅咩？路都會上嘅咩？有，我把拄啊朋友诶厝上，我朋友诶厝教人上至後頭诶，你會說是奇怪咯。是我唔知嘅就，我係表哥一直在等做乜嘅，係咯，我搬幾大樓大啦，冇關係嘅就，佢做每後揾你做，揾咗是冇上冷嘅就，완전冇關係冇上公司嘅就，係咯，我表哥伊是乜嘢收市嚟開會，係咯，伊是冇收市驗掉收市，伊叫做伊嘅收市咧，佢開掉揾個厝嘅會咗，咁就條係驚，係咯，揾就佢直就講揾羅景厝嘅收市是上嘅咗，所以變咗我去伊厝本嚟開嘅會就往是500小貴安尼數嘅，誒，拄好發生啲揾嘅成貴咗。我拄佢就打我一個朋友特別一幾年啦，因為你厝嘅每上收市啊。你厝一個妹呢，是一姐妹？大妹。一邊啊，把你後輩妹係咪你冇數咩？冇啊，因為我厝唔是同個厝嘛，我到樓先唔是同個厝。所以你是一個大妹呢啦，大妹一口呢啦 ，OK。就係驚，我變到是伊嘅厝數是而家唔到伊嘅厝數是嚟開我嘅厝。基本一個，開咗結果，做乜嘢？我自己嘅厝數是係嘛？我做為開你會嘅，但我就比咗一上嘅。我捌開過人嘅車，這是90幾年啦。我嘅車，我泊喺迄個 parking lot 嘛，然後伊車是上嘅車，上嘅色咗。然後我開咗特別，我未換，我開 engine 是伊未開。那時我隻兵嘅我看，安怎後尾有一個卡士嘅喎，我都無見啊，你乜哪有卡士？那我隻卡士，你車你無物件咩？你冇買物件，你未錢呢次啊？你冇有？你只車你別垃圾加冇聲。我做工啊，我為只是做工轉來呢，是看去做工嘅嘛。然後我就冇注意咯，啊我就開，然後我就看到有啊種一個卡士了嗬，然後我就注意啊，我一車呢清氣喎，我一車是冇呢清氣嘅嘛。我清氣咯，我咪較快出來咯，然後我想講，哎呦，一定人講我去頭鐵人車，然後我就冚你門啦，我想講，哎呦，你位車走去到路去，我想講位車可能頭鐵去咗，實在下一節啊，迄個 parking lot 嗰邊啊，伊個車，我泊嘅位啊滿了 ，because 我usually 是早起做工，特別下一節我是做嚟我11點才 start 嘛，然後我是泊喺另外一個 corner 位，然後我去到迄個 corner，無路甲看到我家己車，然後我咪是去做工時甲人講咯。然後我一個我根本是講，一般是捌開過人嘅車，特別本是未 start。你有可能是咁，唔是未記車北到落去咗，是未記啊！我驚叫佢名啦。我哋啲車啊，可能呢隻係地巴地啊。我係未記嘅驚叫佢名，我見到佢回啊！我鬼驚啊！我鬼驚！而家唔講背啊！即係拍電話硬啦，拍電話麥克啊！嗱我見啦嘛嗬，佢回啦嚇。我去 holiday 咗3禮拜 holiday 啦，我去 Portugal 我過去過，去 Portugal 3禮拜，真正爽，真正 relax 啊！對來，你再去銀行啊，你真係 password 了你鎖匙啊，轉這邊，咁了人本就被寫啲一個卡鎖掉啦。了我就驚互人偷睇啊，了我就寫我係 password 係咪物件，佢早時冇寫，然後自己會記嘛。去到 office 啊 ，password 本未記未落啲位。我把腳攰本啊！แล้วก็唔敢學位頭嘅債，咪驚我頭嘅命啊嘛。我佢拍電話去個 ID 講咗，你 ID 嗰時候我是 fraudster， 我是冇聽嘅。人鬼佢叫我拍去我係 boss 喎，叫我係 boss 講有一個人啊，係 claim to be 啊，你password 啦，下面伊講感覺是唔對啦 ，because 啊。這routine 嘅物件，成啊，我人特別接一個 security 啦，佢接佢一樣，你愛做下面物件，佢另外一樣特別一接嘅嘛。伊講頭一個接呢，伊都未接了。你係係 boss 啊，拍掉，伊講無可能，一個查某咧是無可能未記嘅。你喺度想講有影是出咯，你拍電話去你 branch manager，because 我係 boss 啊是無大啲我係 branch 嘛，你拍去另外。
一个另外一个 manager 叫一个另外一个 manager 来 check 个，你接来讲，伊问伊讲阿三laksa，你是唔是袂记你嘅 password？安尼大聲一句伊講我咪講，我就講無啦，我是拍電話給 IT 講話，伊講。你免騙我，就大邊笑。伊講你免騙我 ，IT 想講你是假，拍電話拍個去 regional office 門啦。你係 manager 當今啲另外一個 line 門看我，你是唔是 holiday 對我下面本未記？我不掉佢本啊，我不是 holiday 啊，對佢話 office 是我未記啊諗佢好。我真係講啊，你講話老有錢掛。你都無來啦，講伊馬達來就你無定嘅。了伊 alarm 啊，單個正大聲，我本掉過一道，即個是無上 branch 啦。了 because 我大 head office 做工做甲幾廿年啊，我正少去咧 actual 嘅銀行做工啊嘛。了嘛頭一道袂對迄個銀行咯，了佫驚講佢哋 manager 想講我啊 ，like 做工咧慣了啊，你正 routine 嘅物件我袂記啊。你我銀行是8點開門啊，我6點就起咗啫。แล้ว就起咗特別啊，未記講啊，你哋開你門啊，伊 alarm 就打，我未記咧，我數 because 我 head office 冇安尼款嘅物件啊嘛。我只開落去一單架正大聲，我頭殼啊本愛閉起啊，你了早起是6點啊，佫無人，你 police 就來啊，你知哦。你 cruiser 就來啊，頭前嘅門後尾嘅門啊就接來啊咗。你就問我講，一直看到我就講我是唔是柒了啦？然後咪講 I'm so sorry，咪講唔要去叫 security 咯，because 伊人知講你銀行是蝦米 security 嘛。然後 security 唔會看我 ID number 咗，我咪講我 ID number，特別我 manager 啊冇 register 我個。哦。我名我 ID 啊冇多啲。嚇。manager 講一家嚟 police 講伊講 I'm not authorized 啊。你就拍電話去我，個仔拍電話去我 boss 啫。笑，係啊。是先，一路不打。你 Dave 講佢，伊講阿什laksa，我講 yes，伊講 Are you trying to get to work？ 我咪講 yes， 伊講一路學我嚟 password 嚟做啊咪個了啦。แล้ว啊，我個แล้ว伊拜一嚟時啊，伊嚟做工嘅時啊，伊個假使問同我講啊，呢是 weekend shift 嘛？伊個問我講。你 weekend shift 是安怎？我咪講 everything OK 咯。伊講 Are you sure everything is OK？ 我講 Yes, everything went very smooth。我講伊講你會記啊，拜6點半，你甲一個人講話，我心都想，我講你講就講，你 bank 都無開嘛，哪有人拍電話？你唔是有甲一個人名 David 講話咩？我講哦，迄個是 job security。He go, what do you mean job security? That was me. You woke me up at 6:30 in the morning.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here at 6:30? 我個就係冇條識。係咯，咩 And then ever since then， 我一句講我講，你唔通6點半嚟搞做工啊？你唔通6點半嚟搞做工？誒，我未攞到銀行喎，呢個銀行嘅特別係 lock 嘅。哦，我人嘅 security 嗰啲是無相，你去無相間嘅銀行佢無相嘅。了有第要緊是你若是拍車嘅時啊，伊人大多是鎖你大迄個 vault 是叫你鎖迄個人係你 safety deposit box 嘛？嚇，叫咩？唔知。你啦，了 box 啊 ，T 甲板，T 甲板咯，T 甲板，像你去裏邊下。嚇叫咩 T 甲板啊 ？T 甲板對。T 甲板，那時啊，你到你去嘅時啊，你就係接迄個銀行時啊，伊就會學你一個 briefing 啦。像你 emergency 你特別曉開嘛，無你 CD 裏邊嘛，無空氣嘛。แล้ว特別啊，我哋 region 這邊啊，有兩間銀行在這個 Ontario 這邊啊，伊銀行伊 vault 是真舊了嘅啊，伊無 emergency 嘅就，你袂曉開。แล้ว啊，你若是講伊個無電嘅時候，伊人 usually 是站迄個電嘛，แล้ว你嘛是袂走咯，你係 CD 裏邊嘅咗。แล้ว我規日，我想 because 我無用鐳，我 office 是多嚟銀行嘅，實在我是無多嚟 normal 嚟 retail，because 我是做 wealth management 嘅嘛。
แล้วเลย manager ตุตาเต้าเก่าว่าก็งลิมมันรู้ตัวเบย์เขาคุยเลยมิกัน because เดียวรู้ตัว senior รู้ตัวเบย์ check มิกันมาแล้วว่าเกี่ยวว่า check เสียว่าตัวซีปุ่นตัวตัว check รู้จัก one of the things ว่าตัวเบย์ check สิเลย battery ตัวเลย flashlight ล่ะแล้วซีจูเลียมันสิจะพายล่ะอีใจก็ว่าบ่ check รู้จักอีหมวยของไอ้ก็รู้ check แต่หาง我講有我 sign off 嘛伊講 are you sure 你 check 特行我講 yeah 伊講我知你冇 check because 我寄你 battery 出來 and 你冇注意到แล้ว我嘛甲伊講我講做咩事safety deposit box 有一個 flashlight 伊講若是講你鎖佇內面啊伊就無火啊你無 flashlight 你袂開咧你袂轉啊你就死佇內面啊所以就係要緊啊我而家真驚แล้ว拄好啊有拍槍嗰隻特別無數人喺裏邊，特別我喺裏邊。哇！你做一下咪是啊？你當 kitchen 啊？冇 kitchen 啊，當係佢個參過。是按 basement 嘅嘛係啊？是。冇你 kitchen 啊，當咧有一道出一個物件，我諗唔知係咪數 ，because kitchen 啊，當啊，真濟人啉酒嘅嘛，แล้ว我諗喺邊嘅你妹啊，一張大間 ，because 伊是 downtown branch。伊人唔知係咪數啊，有一日會早起嘅時，伊人去啊，有一菩薩有啫。我無騙我一菩薩，安尼大鋪啊！伊人講啊，是人誒，我心裡想啊 ，because 我特別接啲嚟銀行啊，接個幾廿嚟每啊，無你接到迄個 vault 嘛，安怎有一菩薩？你到底 vault 裏邊啊？understand 咗，這是 mystery 咗，但是 Malaysia 人講是鬼啊啦。鬼啊！because 我早起接其實特別是開咧，每啊特別佢再開真濟嘢啊，冇夾鐳夾 travelers check 咁樣嘢嘛，是貴個了嘛。但是你人個了嘛是冇人愛扣你使咯 ，because 安尼他們愛去當你使，你 manager 來啊，一叫佢哋。我諗嘅 branch 特有一個時，我諗叫啊名 receptionist 啊 greeter ambassador and 下面名本好啦，叫伊去扣你使好啫。佢就係講咩？伊講伊咪扣，伊講 it's not in my job description， 伊咪扣啫。啊冇寫咧，冇寫咧，伊就大膽係講伊咪扣。你 manager 咪是去叫伊 assistant manager 扣 ，assistant manager 講哇，你 receptionist 咪扣，叫我不咪扣，冇人愛扣啊。最尾最扣條 manager。manager 嚇，應該。做咩做冇叫我哋 janitor 就咪收頭開啦？嘛，你 janitor 你想大位做工啊？你特別伊無點有。人打車來本一點鐘。伊唔是寫，伊無寫特邊做工嘅。呀，你愛開門啊，你袂使嘛。即係都佢就是幫工嘅時，還是阿未開店嘅時去扣手啊？伊無寫講 normal time 是有啲。呀，我就是唔知係咪數咯 ，because 這是 Monday 早起 ，so。到當期嘛，但人本會記，就迄一個 branch 啊，特別佢當年就30幾年啊，都無人會記是蝦米物件。一部賽，真係接伊 security 嘛真差嘅，有人走去入邊。到時我唔知，我是感覺 maybe 是一個囡仔啊 ，maybe because 伊 room 真大 ，I think 啥 maybe 是拜六啊，人無注意，人去 safety deposit box， 但是帶囡仔 ，I think 你囡仔 maybe 去幫曬，我唔知。當今人不知道去看數 ，mystery。人講幫金啊，伊去幫金啊，伊隻人去銀行啊，叫你去銀行啊，去人你幫曬時，你咪講你去銀行 deposit 嘛。你大擺話是細漢時是講幫曬時，我是講去銀行接鐳嘛。你咪是成日聽啊，見啊聽啊，講我咪去接鐳，佢去到銀行嘅 vault 咪去幫曬啫咯，咪是銀行接鐳。我 CCTV 嘅咩？有一間伊在人 train 的 manager trainee 嘅時啊，嘛是叫伊人來做工啊，咪咪咯。然後一間啊，伊規隻驚講，即個是80幾年嘅事啦。伊真驚講無夠鐳啊，伊嘛 order 真濟鐳，伊 order 甲安尼濟鐳啊，我人迄個妹袂冚嗰隻。小姐多字。喲。because 你接你 vault 裏邊啊，一個裏邊 vault 裏邊個一個門啊，你看，好你開啊，你係你鐳個啦啲裏邊啊 ，cash reserve。แล้วว่ามัน
成我人關係啊，我人而家你女人掂來掂去嘛 ，because I 算女啊，你就 one brick，你就知講是做這女嘅嘛。然後伊到 long weekend，你就真驚講無夠，你規矩 order 較濟，然後伊 manager 佢唔通 order 呢濟 ，because order 呢濟啊，愛女嘅嘛，像 inventory，Louis inventory， 我人嘅 inventory 啦。然後伊就驚無夠女，你就 order， 然後有一道伊 order 較上濟，有影我人未冚你門嗰隻。แล้วว่าลังเจ็กขวดอีลูกอีสิตาโปแล้วว่าลังเจ็กขวดอีเกยโตที่เลยบอกไอ้ทอกคาไรเบงว่าลังอย่าลุยกันแล้วตายอีว้าในคนตายจะเลยเสียวเองแล้วแหละลองเลยลุยลูกแล้วพัดเดี๋ยวจะไปพัดเดี๋ยวว่าเกี่ยวปลาเลยบรันช์like ว่าลังเบเลยลุยแล้วอีลังก็หมาย because อีลังเกี่ยวพาเชี่ยวแล้วบปันขวดแล้วว่าลัง就俾叫啫，你俾10千，你俾20千，你俾30千咧，俾啦，後尾是話到特包話一期把你 branch 一出名啦，啲你 region， 安尼 over order 300一貴你多，你想話一個大波多啲托卡，我諗而家你女啊會打了一貴你辛苦嘅了，打了一。誒，OK， 啱講把你國家較國家會落啦，講話成了個講係新 modern 當今南西亞嘅即種嘅落，國家嘅落是啲普通嘅咪是白落咯，咱嘅梳頭，伊是搖嘅飄，因為佢一種嘅是我唔知係咩飄啊，伊唔是成個橙色嘅，伊成個灰灰色銀啊，不過你要南有線有唔使白，還是一撮呢？你伊外口只 texture 有一份嘅呢，即係較國仔嘅，我唔知。較國仔嗬。即是你是怎講嘅？別使講，嚇，是別使講嚇，別使講到 clubhouse。國仔嗬，唔是成個女嘅 padlock 呢。國仔伊是時時格格一隻刮擦你看呢 ，and then 呢伊個一支吼，伊 slide down 伊個刮擦，伊刮擦入樣切。只大機一隻大嚇，長嘅，只大本，伊啲細大本呢。你冇得講白。因為我講一個真小嘅啦。我厝內人吼，我阿公嘅厝吼，有一個 vault 呢嘛，係你 safety box 真正大人，規個人。咁我講係咩啊？T 甲板啊？因為 T 甲板是 safe box， 伊唔是迄個 vault 嗰種。哦 ，T 甲板 safe box，T 甲板，伊唔是板，伊唔是板嚟。T 甲係咩意思 ？T 甲啊？唔是，伊甲板是一個字嚟嘅。哦，甲板，哦，成個甲板，講好話甲板是啊。แล้วเขา叫我叫做咩？甲板，甲啦，其實甲掉你甲板 ，OK，T 甲板 ，OK，แล้วหาลูก講。我有一個T 甲板，哇，代表伊個厝嘅啦。哇，你咪真好嘅啦。我阿公嘅厝，我阿公嘅厝真好嘅個咋。哦。你知影伊咧 safety box 也有迄個上加迄個車 wheel 啊 ，steering 嘅你看咧嘛，伊頭整嘅嚇beside that 嗬，我阿公佢係攞嚟 padlock 嚟箍 padlock。哦，伊是鎖伊嘅成個人車 lock steering 嘅物件，那個鎖啲嚟。呀，我諗住出去，你看你係鎖攞嚟鎖頭嘅外口。哇！你我跟住我俾載佢呢個缸裏面嘅甲板裏面係咩物件？我覺得開出來是上家是有一個 gate 加 cash ball。哦 gate， 有金器。and then 我開始我公司一隻股啦，裏邊有一本冊，寫我人會做工，按做工啊，成日講你嘅名嘛。generation name 啊，係你對，你寫起你咩寫按公司寫單公司邊有寫條，都是按，係你叫咩啊？都是按阿膠，字運啊，用我哋字運冊，generation 呢？แล้วอีกคนที่ไล่เสียงจะเลยจ้าตัวเลยต่อฮะเนี่ยแล้วเสียงรู้สิจีอูเน่ลุยเนี่ย
伊哈咪咪大波是安尼名，查某是安尼名。對對。係你 generation name 啊。但係你講裡面搭類物件是 gig 呢啦，還是伊 gig 個？伊 gig 呢咯，gig 呢。The red 冇 cash。特別叮當那是你講有啲是有可能用做成啲，係咪有可能用燒現金咯？伊做 palm oil 嘛。哦哈，別怪 palm oil 就是有隻安尼隻類，แล้ว個是燒 cash，maybe 到底伊現金嘅啦。金啊，應該是金嘅咧。哦，金盾啊，你金條啦，英國啦。哦，應該。我人有假是迄個啥，迄個金啊啥，伊一個啥，我人叫 wafer 啦，你有 wafer 本有，了有咧是一條啥 cat 哦，就 Kit Kat 哈，杯 Kit Kat， 喲，杯 Kit Kat，了若是講都是 wafer 咧，伊個有 serial number，了伊個有 stamp 的，啥個伊人8%嘅金，真濟人是收金的嘛 ，because 收金走稅嘛。被 tax lu 嘛，那是 because 這邊啊，那是你這這類嘛是買金器，買 precious stones 咯，了嘛是 main tax 咯，了本像來夾咧鐳啊鑽啊，本較硬啦，了這這人嘛買金咯，伊人是甲我講Canadian 嘅 wafer 這這人熟㗎 ，because 這 sweet。哦。這人這邊像啊，你去我人這邊銀行買啊。伊有 serial number， แล้ว伊個係 maple leaf 嘅，แล้ว個只金只水。我問你，伊個金嘅 wafer 係，伊有無相 denomination， 而且無相當嘅，還是實裝嘅？那是來買，是你咪甲我講來買係咪哦？伊無相啊，第一半幾個第一貴嘅，係你成咗半。第一半，你第一張冇大買 1 ounce。แล้วอยู่ 1 ounce 5 ounce 10 ounce 25 50 100哦那這大地冇呀我諗每個你是愛你愛買是買迄個正的，還是來買 certificate 來買 certificate 你我甲你買你嘛是有 certificate 的咯嘛是會使trade 買來買去啦แล้ว若是你愛買你愛迄個正的我諗本有本會使買แล้ว若是來買下我諗本會使嗱，你愛買，我能夠買 platinum，哦，白金，下面物件本有啦，將這 precious stone metal 都會使買，特別你愛買是你就買 like 你去 retail， 像你去嚟 branch 你甲嚟人講愛買啦，特別愛買就買 like 像吹，像講我人 investment advisor， 我該使買哦。高中啊。你我問你話，你會記你會講嘅厝嘅梳頭啊，還是梳啊出來梳是安怎樣呢？伊梳頭啊，禮拜每有一個梳頭啦。對，我禮拜每有一個梳頭對。伊是真正古早啦，先個伊個剃無起來呢，看呢伊個剃呢哦哈。真正大粒嘅，成個安尼大粒。對。小虎嘅色。哎呀，馬虎。sorry， 我已經愛了。GG，南西嚇。拜拜 ，good night。拜拜，加油。拜拜。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剛講到對數，แล้ว講當 OK 跳到對當今新嘅數。不，他們佢哋 before 人去先嘅時候，我個時候就一種嘅鎖匙係你我用鎖摩托巴嘅鏈了嘢，伊成個裡面有鐵，然後外口包掉隻係 plastic 嘅，唔是，成個樹齡係 plastic 嘅，然後伊有隻鎖頭然後伊嘅鎖頭嘅，伊是按可能一個 loop 就對啦，特別伊嘅頭出來，對。แล้วอีจะทีอีเท้าสิทีแล้วแล้วอีจึงเดี่ยจะขี่แล้วลุยอีเดี่ยแล้วจะไปลองโซซีดูไกใส่อันล็อก嘢嘛即係像隻 bicycle 誒，成個 bicycle，特別當今新嘅 bicycle 佢就是鐵，佢แล้ว是定嘅嘛，即係是女嘅，伊是 quite flexible 嘅。有睇呢個係你伊成吉定嘅，特別唔知上面乜。大擺แล้ว係多佢就大擺就 so helmet 咧。做下乜收到9億嘅咩？嚇，
你開嚿嘢都掉嚟啊，冚嘅。少少，你最近有用過呢數？有用過，我有用過，當個用過啊，講下。都當用手架車咯，架車手按厝嘅迄個練，手就有迄個。手到禮拜位啊。禮拜位了。你手是用手頭嘅，還是 combination 嘅係咪？我用手撕呢，用手撕。哦，用手撕。你當劍絲呢？我看佢當劍絲呢，就講嘅是，伊會使用迄個咖喱嘅fingerprint 嘅，你咖喱嘅糊呢？biometric 啊，biometric 啊，biometric 先是。對，用你咖喱。迄咖喱。嚇，咖喱是真假，成個你落你不能玩下呐。好拜噶bicycle啊！啊，bike 個 bicycle 啊，冇就是落個嘅落哦。哇，安尼好靚誒，落去梳頭。嚇，high tech 嘛？你冇聽人浸你咖喱啊？我是講你病，哎我那我買，我驚人浸。咪講笑啊！我人這邊做工啊，伊個你講咗，你會拍槍啊，嗰種物件是 kidnapping 係咪啊？這是真正嘅，我捌人。聽過。有路啊，一個當劍 ，OK， 講咱當劍嘅厝啦。我講，哎呀，南西特晚走去啊！我係厝嚇，咱講個韓國咯，韓國甲當劍馬來西亞當劍較少。我厝我買，我爸甲我買厝有迄個伊鎖匙。手頭一個，了解大媒體化嘅手，了解伊個出來較接淡薄嘅迄個幫嘅媒嘅手咯，手三支手勢咯。了特別我咧，我當然我手勢是有只一支，特別我嘅厝接媒呢，就是我接到啲我嘅迄個客車嘅迄個 garage 呀，客車經啊。客車嘅經嘅外口俾隻嘅 garage 門，我是用 combination 嘅，所以我特啲外口訂對開啊，都訂好頭。那無嚟講，我係 Siri 冇開，特啲我係 garage Siri 冇開。了接去我係厝內面特啲咧客車嘅經嘅位，接去我厝時，佢哋 lock 是 combination 嘅 lock 本。我本是訂，特別迄個伊個 technology 較舊淡薄，我未用 Siri 開。特別我係訂 combo 啦，訂 number。伊是接去我 security system，但是我 disarm 我 security system 嘅時候，伊個我每隊個鍵 lock 嘅。咁我接每啊，我辦個對嚟我是冇用到鎖匙嘅，我只前年冇用到鎖匙嘅。你 security system 是live 嘅。live 嚇。所以有人 monitor 好攞嘅啦。啊有。ADD 我是用嘅。哦。你意思講數頭嚇？係咪嘅？啊，咗意思講數頭嚇，是唔是？你隻股冇用數頭啊嚇？我隻股冇用鎖匙，我最接觸時我咩用到鎖匙嘅嚇。我是鎖匙，我嗰是鎖匙個。我冇用鎖匙啊！就淡仔南西咧，香港咯，我真正冇試過用鎖匙開正開門嘅，我冇試過。我真正 low tech 嘅。我真正 low tech。成個人車嘛是用當然車誒花車新車嚟講，就只用鎖匙啊嘛。免你sensor 誒。嚇，你都免插隻基本嘅，你一頭。我特登係攞我係 bus 呢，我係鎖匙而家出嚟。你係落你車是你跌嘅啫。嚇，แล้ว你車那是你鎖匙有到你身軀邊嚟講下，你 engine 都會到啊嘛。甲應咯 ，actually 你買物件，你去 supermarket 買菜啊，啥物啊，你手個了，咁樣爭了鎖匙，那免去敲你本身嘅鎖匙出來啊，個就單。要知道啊，我冇所謂，because 我看人看我車安尼老白，關你垃圾冚冷喺頭。你是到你 Canadian 嘅當見，我係 Canadian 嘅 friend 咪是冇所冇嘢，冇所冇嘢，我冇嘢走啊。呀，我阿妹啊，愛去困呢時啊，甲鎖呢有陣時本未記鎖門嘅，了我 garage 有陣時本
未記冚本貴咩本咧，本無人頭貼物件 ，because 我厝啊無物件好料誒，但係是國桑誒。你是 Canadian 啊 ？True blue Canadian 啊，那個。我wild。你讓所梅嚇，我有成日講，成我很內嚇，我只驚講別記所梅啦。我出梅咧嚇，我就想，我 garage 梅有聽落來哦，我冇有落哦，我咁樣驚去做工嘅時，我超落哦，我就兩款嘅喎，落喎。攏講嘛，我冇誒，我有幾拿到了，我使去做工時，我未去看我嘅 garage 梅了，好在在我嘅隔壁人真正好，伊特擺 message 我 SMS 我講，你知無你幫我嘅 garage 梅開，所以今日呢，baru今日呢，我去到即個我到即個smart home controller。哦，等等啊 ，Smart Home Controller。Apple 嚟嘅。哦，所以他那呢，伊若是放開上久呢，伊會家己看本，伊家己講互我聽。了我本子我去就是給他咪為本，我會開看我嘅 garage 門。啊，好就我知道。了伊 integrate 個 Alexa 本，我會將 Alexa 叫 Alexa 開看。哦。我嘅 garage 門。好啊，你講嘅我驚是後面呢？我驚若是即個無用鎖匙鎖頭，我驚是若是無電呢，還是一派呢？你安怎開看？你安怎鎖？還是你安怎開？manual 啊？應該係 manual。就是啦，伊度俾有出嚟 manual override 嘅啦。我驚，若是俾用 jari 啊，若是用你嘅白酒啦，若是用你嘅聲，你出聲，有三種嘅啦，有睇下咪是有三種嘅新嘅鎖頭，你會用 jari，還是你會用白酒，還是你會用你嘅自己嘅聲？特別若是無電呢，伊嘅 default 是蝦米？若是無電，伊 default 是冚還是開？冚啊，冚鎖掉啦，若是都要隨人來開咯。若是鎖條呢，你安怎開啊？無電嘅事，你特別有 manual override 還是蝦米？我唔知啊，你會看伊電先咪電咯。我是講成個你嘅厝嘅大門，還是你嘅鐵壓啊，是蝦米？你厝嘅鐵壓啊，是蝦米？特別好，我當見面嘅款係樣有啥 backup 嘅，鎖匙 backup 嘅。我係厝嘅 lock 係接我嘅門嘅，我接我嘅厝嘅 lock 是伊是 combo 啦，特別有自己鎖匙嘅，所以我有記得自己鎖匙嘅，特別我買用嘅鎖匙有對係訂嘅 combo 咯，所以到 combo 訂一對開咯。特別要 backup 是鎖匙。車是響嘅 ，even 都當見有 sensor 係咪啊？車啊，你車嘅 battery，你 remote control 嘅 battery 無力係係咪啊？伊被 detect 掉啊，你開起來都鎖匙嘅到裏邊。你會使見 remote control 裏邊，係一路係先無了，伊 laser cut 你較貴嘅票嘅車，成個 Mercedes BMW 嘅款，伊人嘅 laser cut 嘅鎖匙啊，伊人無啊，伊人講無鎖匙接 keyless entry， 無鎖匙接嘅啊。Why keyless entry 呢？特別冇鎖匙到裏邊咧。你若是碰起啊，真正麻煩啊！你特別對去 dealership， 你特別互人看你是追，你特別互人看你會抓對，你唔係證據啦，講證明講是你嘅車咧，伊個你嘅鎖匙。哦，真正麻煩咧，我講佢聽，真正艱苦啊！你搞好免碰起你係RF key 啊，你 RF key。對啦，就佢 program 佢啊。咱有車是用 handphone 來開門啊。我冇，特別我冇。GGA 嚇，你講話波咁啲，看你波咁啲講啦，嗬啊，別使講，同埋別使講，別講，不，等陣我別使講就成樣個對嚟波咁啲，別使講係咪？你講咩啊？你別講，別使講，你 mute 掉。OK，未必走啊。我未記啊。但係你講有時，OK，上掉你而家講我講，OK，然後啊波咁啲你講。
我車 actually 我車是 Bluetooth Volt。哦 ，Chevy Volt。係講到 activate because 要係你叫咩啊？個 Korea 上啊。Star 係咪 ？OnStar 哦。嚇，要 OnStar 到嚟邊咧 ？OnStar 咧是你車係咪數啊 ？like engine no problem 啊 ，for example，send OnStar 你唔知人家幾多類，你咪實際記 send 你 instruction。OnStar 是一個 company 係 monitoring 嘅 company 係學車啦。特別 I think 我 base 是 first year 以後 free， 然後 after that 我諗冇用啊。然後你會使 download Chevrolet app 你係搜你車，你係 start 你 engine。要 incorporate 㗎冇嗬，要冇 incorporate 㗎 iPhone 喎。iPhone 就係頭一定是 BMW 嚇，冇啊 ，I mean 我係車有CarPlay，冇唔是 CarPlay，像你 unlock 你在 iPhone 第一先嘅 iPhone 有一個keyless entry 嘅 feature 嘛，即係 home 呀 home，伊唔是 home 嘅意思，伊是專門是學車呢，咁一定呢 last year announce 是話一定呢嘛，唔使是 Mercedes 是 BMW， 哈，然後伊是你是一成日你用你嘅 Apple Pay 呢可能。你 scan 你嘅 phone， 然後你就落你車。I see。嚇，一定你我未幾時裝會記哦，唔知即係記哦，即係亮剛剛唔知哦。是 BMW 哦，就是講咩啊？哇，你是裝300 heavy 嚇，300我當佢我呢隻我當見個 clubhouse 個，就你一諗咪使講話呀，我唔知是到底那我是自己。哇，300讚，估冇看到你了，特別對你 Facebook 咯。clubhouse 要到 clubhouse 啊 ，Hello。你睇到 clubhouse 有，哎呀，我買參嚟 clubhouse，做我 confuse 呢。邊度 confuse？一爽啊！呢個真係硬咯，一嚟 notification 嚟，你 key 嚟啊嘛。特別我買挪位呢，睇下我有啲就俾 Google Meet。我是講冇落意嘅事啦，冇落意嘅事咧，使去嘛。我買住 clubhouse 啦。normal 嚟 time 嚟使去夾別人講話。本是feedback 嘛。冇，平常時冇落意嘅事，你使去 hang out 夾別人嘛。我那邊學見到百幾人啊。有啦，我有啦。我百幾人啊，當記 member。邊啲學嘅 member， 所以你人啊，若是講有興趣嚇，邊啲學嘅聽講，若是講有興趣嚟講，會接嚇，若是有 iOS 或 iPad 還是 iPhone 咧，會 download 你 join clubhouse，你 clubhouse 嘅 app 嚇，讓就會使教講啦 DM 係話，若是我有未來講我係錯人接，我是應該是過日本啊，當然我 club 過錯人接嘛。阿 John 啊，以前我喺 clubhouse 嗬，有啲人講嗬 ，Android iPhone 會接嘅，樣特別嘅 hack 嘅，嚇，特別有一個 app 嗬叫 House Club，特別冇個了樣，嚇，伊是中國嘅，有樣嘅係用4字啊，用4字你，若是講用 Android 人，用用佢哋 app，用 make sure 用是會曉啦，啊冇嗬，伊我唔知講伊好人是歹人做嘅啦嚇，所以當今是 Android 咧有啲 feature 個未做嘅，樣時候個未 join club 邊咩？特別所以你第好是嚇，第好是若是講是有 iOS 嘅 device 嘅人啊，特別 make sure 較新嘅，頂住我叫佢哋換下鏡，講未接嘛，然後我叫佢伊講伊 iPad 上顧，你未 download app，你未。我係你個 hack，伊個 hack 嘅，就是講要其實有一個 app。我唔知使講話，要一個 app 其實 download 咧嗬，你會使學老你 iPad 講，你當今已經是新嘅 iPad 嘅 version 啦，一直到會使 because software 伊是 actually 是 Apple control 啦，伊買可能用嘅，伊可能俾新嘅機嘛 ，actually 係你 OS 本身咧是會使 hack 嘅，應該係上物件嚟嘅，你 just 老伊講 you are iPad 7 for example， 所以 iPad 就上線咧就，一直上線，一個嘅是 iPad 7嘅話咧。伊都會 download iOS 13，特別會用啦。Maybe 伊 actually experience 你別 break 你嘅 insurance 嗰啲物件 ，because 伊無解到伊 hardware 物件，伊 just trick 到伊嘅 software 呢。特別你若是講啊 ，Apple 嘅 support 安尼幾年啊，若是講你搞價，伊別 support latest iOS，that means 伊是真係舊啦。是咯，對咯。
你唔是講 actually warranty 已經貴咗買啊？你睇你看 iOS 啦 ，iOS 13嘅用嘛，特別係講我係儲用嘅是 iPhone 6嘅話啦 ，actually iPhone 6啊搞當 game，伊 still 是真正快咗，伊真正好用過咗，特別伊未 support iOS 13嘅咯。啊，你會而家借啲新嘅 technology 部啊嘛？係咯，對咯，你特別 tricky 咯，你 tricky 咧係一度download iOS 13咧。我把 look at iPad 3呢？我係講老啊，我係是把 look at iPad 3呢。iPad 3冇老，iPad 3唔是舊年嘅出嚟咩？唔知喂，當佢唔寫是 version 5嘅咩？哦，是啊，我唔識。iPad A 同嘅 iPad A。呀，我有幾耐裝咗出了喎。我冇了對啊，當劍3個月佢出啦，嗬，3個月佢會一個有 iPad Pro，個 iPad Air。佢知啦 ，Apple 仲有 iPad Mini。應該講，我諗到啲 Clubhouse 後，是你 club 叫做 soundcheck 啦。我 soundcheck 有時就會是去做啦 test 聲聲啊。然後我諗啲講，特別我嗰咧就出邊，我嗰咧member 嗰咧嗬是寫數架 technology 啊。然後只係講麥啊，講係咪個 audio system 啊，係咪件？然後講嗰咧 tech 物件，是我講或者你 Apple 做你 March event 嘅時候，我會開一間房，是講。你 Apple announcement 嘅咯，一用自己嚟講嚇，所以你 make sure 你去到你即 clubhouse 嘅時候，你去看我 profile， 你殺落嚟我一頭三個 club 就是我 belong to 嘅 club， 是你三個 club， 是你就是本來福建 podcast， 是你就是global 福建 speakers， 是你就是 soundcheck， 你去對你 soundcheck 啦，你 soundcheck 咧對，你一往開房嘅時，伊就通知你啦。我俾好你看我係個俾好我咪當借你啊！你俾好我借你，你俾好我借你。再聽哦哇！然後這裡啊，這裡插入我 computer， 插入我 iPad。哦，你都冇用，即當然都冇用。iPad Pro，我用長怪。我用超怪。哦，你嚟講話看，你嚟講話看當劍，你插入去。而家嚟講話，你使而家嚟插入你當劍你到底 iMac 嚇？我睇下我是用我係 iMac 嚇 iMac。你 iMac 你使插入你 iMac 位啊，แล้ว到底你 iMac 位嚇 choose 你 as 你買咯 ，but make sure 你 choose 你 as 你 output 本來你 headphone 插入去你買位。哎呀，我部 headphone 係插入去，等住啊。唔做啦，做。OK， 你去補就，嚇，別人講成講。OK， 你要做啦咩？插我頭先，我做啫。梳頭我咪講梳頭，唔是梳頭啦，梳啦，讓當然新嘅款嘅梳就自然個新嘅梳講嘅。新款嘅梳，咱冇用嘅咩？咱嗰啲用票梳死你啊！是咯，我是老白嘅咧。哦，嗰啲是嗰啲用河餅咯。嚟，阿龍唔是老餅是河餅。阿龍你講話你用手冇上，因為冇用自己手勢嚇 combination 嘅啦。我家姐用手勢，嗰啲是用 combination 嘅，所以你明見你旁幾啲手勢，所以我冇嘅手勢出門嘅。大部分嘅是冇嘅，不有人用手勢，不過家姐啦。哦，對處嗰啲不是河餅，是河餅。我講一上班時你連 delivery man 啊，一般不也是好咧 delivery man 你處嘅係你數你個係咪？你佢會咧幫面嘅，然後佢會嘅。哦，有時冇驚到啦，就老實嘅。yang就老實喺韓國是冇驚到頭條面嘅，所以一直到好多你河餅咧，滴，然後佢會係啲都係 A 會啦，呢個冚會嘅。了解，แล้ว OK，大家ลอง喺邊部成個商會，成個 Amazon 嘅，真正 Amazon 商會嚟，話好聽咯你聲，話好聽，好聽啊，呀，真好聲，真好聽，特別就係真係大粒哦，這裡係啦，大粒咪大機咪好咯。你係快力，你大媽冇講佢哋，特別上大被插入我係吹嘛。我don't chill 嘛做對。我冇上大粒哦。What's not 你你做我係嘅聽嘛。哦，哎，嘟好就好咯，嗬，後面就嘟好咁擺對換。你特別真好聽咧，梗好聽，你聲梗好聽咧，當然。
哦呀 ，really yeah，你每白人看，你會請到警察，你會請到警察，真正 difference 真大。這樣俾呀咩？真係好聽。你呢時候我唱嗱，直接嘛講啊，你咪非常講好聽咯，三日拉真講好聽，真係好聽啊，都太正啦啊！哇！我希望咧，本來看伊邊咧未登安嘅嘛，當然話登安，我未相信。我是直麥，我要做 improve 是直麥啊！你只夠講，是講麥個冇。你冇個 customer 我本尾本錯錯咪得你。哎喲，你看，哎喲，你兩剛剛哈。兩剛剛，我個這人啊，俾冇no caster 當 game，個 V8 個 V9 個冇no caster 我諗。對咯，個 B，AM 攞8都全部估嘢嘛就。嚇對。我看伊 review 㗎啦 ，YouTube 裏邊 review 㗎了是 positive 嘅。特別你 YouTube sometimes 冇咩相信你是樣可以嘅。樣好類嘢。誒，你 system 是係咪你落 podcast 嘛？啊，兩剛剛。我是用係你 VA 會用，基本上 Mixer 會用。哦。差唔多嚇。用買係你是龍魚頭。因為買哪杯？攞晒你買啊！我冇想用買 AKG 啊，係你surf 啊 surf and fire 咁樣。誒，你到底 Clubhouse 你用係你哦？你到底 Clubhouse 上面你用你 set up 你 podcast set up 嚟做嚟講哦？暫時冇，因為我是用 iPad 嘛，暫時有啥未 connect 掉。哦。iPad 升掉個東西。哦 ，OK， 好，你即係你嚟個幫嘅即係 sound check club 嘅個。我都不搞 test 佢知道嘛？嚇，你爭開往家住啊？你 Doctor Lau 啊？我只看 Doctor Lau， 往 test 嚇，往 test 伊用 Shure SM7B 啊，加伊嘅迄個interface Scarlett interface 啊，我先需要出來。頭伊講，但係伊講伊聲講咧，聲有空空咧，聲有 reverb，特別原來唔是用迄支麥，伊講嘅是原來是一查是伊未 recognize 變做是伊嘅用到伊嘅電話麥，所以講嘅聲成講嘅咧，原來是唔掉麥你就，然後尾是往隨着隻 solution 係而家伊當伊會啊。哦，我 try 下，你當然是用 iPad 嘛，唔使接電無。看你嘅 iPad 是會啊，有人會會。你看你對用嘅，伊 adapter 對唔對啊？咯，你若是用 iPad， 你 iPad 是 USB-C 還是 Lightning 嘅 ？Lightning 好，所以你若是有 Lightning to 3.5， 你對用啊，你咪使用你 V8 咯。แล้ว你麥嘅咧，使插入你 V8 會講咯。哎呀，先啦講唔到話地啦，嗱就話地啊，等陣鋪攞啊，咱特別到對嚟就咱咪講數。So lock 講條數，哈，我要講隻物件，都對佢講出嚟車誒無鎖匙誒，我講無鎖匙走，無鎖匙走你知啊 ，Keyless Go， 哇你聲介好聽啊，無鎖匙走，無鎖匙走嚟得啦，你做什麼拉真嚟使得啦？我有一個朋友，伊有 OCD 啊，你諗知 OCD 是咩無？伊出門嘅聲，伊就要查開內兜，上到譬如講我講雜兜啦，伊就要查雜兜，伊家咁運，伊家走，然後伊嘅紅尾互伊一個車是無鎖匙走嘅啦，所以你知啦，無鎖匙走，你嘅鎖匙若是佇內邊你嘅地啊，然後你嘅車呢，伊就開啦，所以伊逐擺要走，伊拍車啦，你知啦，是蝦米問題？伊就要查伊嘅車有鎖起來，伊家會咁亂。特別伊逐擺哇，伊嘅車是伊車開嘛，伊走是伊走，然後伊就對佢嘅車，伊講哎呀，伊嘅車未鎖喎，所以伊就要找一個。伊就要找別人啦，伊若是佇伊上加你菜店啊，會加北啊，泊車嘅位啊，伊就要叫人啊，你驗我嘅車嘅鎖匙會使未？
你見我係車係鎖匙，我特別轉去我係車去查看伊有鎖無。了伊個人想講這裡查無小氣哦，所以伊就要轉去啊，閘到轉去伊個車閘到去 try 伊個車。了有個到伊 try 伊個車會開門會蝦米啊，上大力啊。伊個車彈喎，伊個車係諗彈喎，成功人要頭車伊個車，所以買來啊，伊個人就要去買伊個車票，伊買黑，伊做一個買黑嘅伊個車。你話車貴無呢？你話車貴行安尼款啊？個唔是放棄嘅車，你知無 ？Lexus 嚟喎。哎呦，我開始會看呢邊嘅。disconnect 佢 keyless go 嘛 keyless 走嘛，你俾你車你 key 上你就幫我部車去。I suppose so 啦。I can deactivate 啊。好啊，deactivate 我想俾未使講到講未？未使講。 because 伊個 keyless go 啊，是上加一個 credit card 呢，你知無？都無蝦米插接嘅哦，都無上加鎖匙嘅坑插接。而家 clubhouse 你別做 manual 咧嘛 ？clubhouse 人一定要 learn a lesson. If you cannot change the world, you change yourself. 一定要變。一個去變。你人 OCD 啦 ，OCD 只坎開。我60幾歲了。OCD 只坎開。老狗別學先呢。先有咩？老狗別學先呢 trick。OK， 嚟得學 clubhouse 人講，別使講到講未？我覺得是講 OCD 只坎開。嚇，你別講係驚對驚。你只是 OCD。嚇。只你有位 autism 嘅人是只你有 OCD 嘅 autism 嘅人，所以it's a disability 嚟。你別講嚇，你別講你 try 到誒，即只坎坷誒，你成你對你嚟講是你 nature 嚟就你只坎坷嘅。แล้ว我會唔會看即係韓國誒你後輩嚇，你唔會試嘅後輩？呀，1、2、3、4，哦。แล้ว特別我感覺，所以這邊嚇，這邊比較咪是有嗰個Amazon 咪是人看咯。你使俾物件時，然後伊使送回來時，你使學，你特別導個 system 啊，你特別有 camera 到底你 garage 位，然後伊使開個，我 garage actually 是有嘅，伊特別我冇去 set up 過，伊樣送回來時，樣一頭來時，樣等下你 garage 開哦，然後樣行回去你 garage 上面，然後伊個冚到對哦，然後伊要 always 有 camera 翕掉嘛，所以別使講好路啊什麼啊。有一個攞時間落歌嘅啊！有。安怎到一位？落歌成 Amazon 落歌。啊，成日講我會夾物件好嘅朋友係了哦，伊未拄面，所以伊未拄面，所以搭到你 MRT station 不有一個落歌，一個 section，伊有講十嚟拄。係啦，你就是吹一個迄個我伊 MRT station 講，我未拄到路咗，我2點我未行你唔叫佢幾號路啊？按你放啲Gangnam station 嘅落個位咯，所以放啲邊咧，一號落嚟咧，一定號碼，所以我使你號碼好朋友呢，一個機器咧落個位夾物件。呀，這邊本有，這邊伊個落個本是有啲拍油嘅。拍油嘅鏡本有，拍油嘅鏡，拍車鏡本有，油站啊，拍油嘅鏡好，拍油鏡我好聽，本來成日你夾小鏡㗎啦，咯拍油鏡，油係咪講？你講咩？油站，站就是 stop 咯 ，station gas stop 咯，要站。แล้วclubhouse 人前古冇講 clubhouse 人講下你講重要先嘅數量係咪咪嘅下到啲法國咧三百八陣，法國有用數字，法國佢我看人講佢就是用數字嘅啦，法國看到一個咯，嚟嘅 building right，嚟 Egypt 是用係你。code 嚟咯，嚟 look at the combination 接，แล้วI think and then เนี่ย咯，一出嚟嘅แล้ว是用係你 padlock 嘅鎖匙，yeah combination 嘅，哎喲，อันนี้好聊，你咪就好聽，你後面咪，你後面咪，我用 iPhone
隔來嘅。哦，特別你意思是講嘢，假如講嘢聲成好聽。你是 Raymond 哥係啊？做 Raymond 哥嘅好笑啦，咁咧叫 Uncle Raymond 嚟哦，到啲 clubhouse。對。哦嚇。講佢一個落，伊是 actually 有好過無好啦，伊是 microchip 曬，伊 buried 到去你嘅底手嘅 palm 一底。你手係嗲啦，唔係講 buried 到你係嗲，我想講安裝特別嘢，你內你 groin 入邊咧，哎收回啊，係咪？收嘅嚇，對唔對？阿拉講啦。can 呢是倒開。收回入邊，那吐。硬收尾想着有骨的咯，想着有骨的咯，收尾啊！你講，我其實咁接嚟是想着有骨斜講。如果你係想着有骨，對面是嗲咯；如果你想着，就咪阿那更加咯。冇啦，你特間夾佢掉出嚟 lock 咩 unlock 咩？你是喺安那款跳呢嘛？你就唔是夾佢掉出嚟就抗波咯，還是？He like 特別開咧 chastity belt。chastity 點啊？嗰條 lock 喎，嗰條 lock 喎，嗰條鎖頭。你 chastity belt 入邊靠整個個嘅 lock 喎。喂，成個你 bank 嘅可能你開你 safe 入面嗰個一個房間。講個 chastity belt，我就是個 recently 拆掉啊。嚇。講伊拉有啊，你 electronic 嘅喎。electronic chastity belt 啊，你係 short 啲啊？冇，伊就是係咧。就主要係你 BDSM 嘅人。哦。有一個係咪 master 㗎？一個 slave or something。slave master。yeah，伊就是 control，但即係是 digital 嘅喎，嚟用 internet 嘅喎。我聽係講過。係啊，我別我就 too much control，let go too much control。我拆掉到 news 我嚟嚇。panic attack。誒，你係特晚啷仔我冇講掉個。即係是國家係有影嘅，特別我是唔知伊拉出去幫曬。講你係是當劍。哎呀 ，because 當劍是伊國家有人用 ，and then 啊冇用啦，當劍 start 到對啦，but 你是 sex game 嘅啦。我你即特晚啷講住唔係，先啲只頭講嘅，特別是伊時冇 consistent 是這樣在，我是講住哦。我背伊先嘅買。我減啲嚇係咪？你唔係特別就細聲嘛，所以係咩？冇當時大聲同細聲。我阿家是 Google Meet 嘅數嚟咯，我是安尼喎，我有聽別人講是安尼，甚至變細聲。嚇，然後特別錄一人就特別有 issue 啦。特別咱錄音嘅事啦，錄音嘅事，only 錄一人較細聲。特別我都看到你麥都啲你隨便了嘛。係咯，嚇。So maybe 你本俾冇興趣，你 maybe 你本先俾隻先嚟買啦 ，maybe 你俾毛諾加斯本啦，了解去 clubhouse 嗰樣。John 有講隻 share 啲咧 monocast，但係所以介紹你俾。Actually 嗬，其實我冇把你個我有 Google 喂你 Amazon 嘅 link 是 affiliate link 啦，แล้ว把你冇特別我冇毛諾加斯冇探過行。OK， 嚟講到啲 lock，OK 韓國嘅 lock，你學過住兩講法國人講啊嘛，即係咧新嘅囡仔咧，即係手機邊你用手還是你是用較用手時間，還是用 combination 啊？唔使個請啦，手機邊。我哋這邊。哈哈。我用手機，特別有時擺時啊，我 actually 我 last year 我啲 USB 車嘛，然後有一擺伊 big snow 我唔敢滑車，所以我叫我 friend 滑。有你到 Michigan 嗰個 snow 嚇？對，我叫我 friend 滑，然後就滑，然後我先幫伊對出伊滑車啦，然後就是忘記伊出聲，然後我俾到對 driver 是滑對外出嘛，然後唔知安怎吼。我看冇樣好，我手時間我插喺那邊，車就鎖起哦 ，engine 行掉，搞人哋掛靠。哎呦！然後下擺是好家仔我出國I think 20 minutes away， 所以伊滑車載我對我出嘅 spec 去個滑到對下邊，然後開我車，
所以車 engine 是實掉40分鐘很快。特別我問你這是新車還是舊車 ？brand new 還是 used car？ 唔是 new car 啦，唔是 new car。我就我想嗬，較新嘅車嗬，when 你到啲車裏面嗬，你未到過考咯嘛，never mind，我特別 start 位車嘅時，我們成個我出來 winter 嘅時，我咪 start 位車，然後走自己出嗬，我咪出車咪鎖起來咯，我會鎖嘅本，所以我咪是被 accidentally 鎖掉咯。我唔知是我鎖掉還是我，因為我有一個 habit 啦，然後我想至。關係啊！所以我都唔知。你就落車你就 lock 了。然後就斜講咯，然後落雪啊，我唔知安怎。我個陣係我有三個 friend，都是講三人伯伯嘛，然後留一橋喺邊過車，然後攞錢進去出去夾鎖匙。哇解哦！係因為我車個 block 掉別人嘅車，就有啲落檔下邊。哇死啦！都是我被 drop 邊一隻幫你對出面啦。哇！邊行我落掉音啊，你 OK 我落音。OK。邊行咧落咧，你講下邊行是我clubhouse 嘅朋友們。邊行你 Hello 邊行。哈哈哈 Hello。之前博劍啲 BD 啦嚇 ，BD 博劍啲是到啲你八二啊隻人。冇啊，clubhouse 八嘅。我想新年你八新年咧。阿莫話會講話。你八新年唔是？我八新年。新年正是新年啦。OK， แล้ว邊行你講看你會鎖啦，成日講 lock 啦，還是鎖啦，有鎖匙啊，是係咪？你當今新嘅 modern 嘅經驗先啫。你用成個combination 咧，還是 fingerprint，還是係咪？我是聽到 Candice 講佢哋車叫做手機邊，你名叫做手機邊。邊行你名咩？你應該叫隻名，你華名叫咩？冰紅，我唔知學嘅名字。冇啦，唔是你正名啦，你 nickname 叫咩？你有當人叫咗咩？nickname 啊，Beans 豆，紅豆。紅豆嚇 ，OK， 紅豆烘，你紅豆只烘嘛？紅豆烘，來叫紅豆烘，佢上啲苗我佢會記，不過我特別看啲苗就會記啊。紅豆烘，你成日講下，你聽到手機邊，肯定是手機邊，你聽到手機邊講，你講咩？你會講咩？我有一擺，我爸母來美國嘅時，我開車嘛，是唔是？了到厝，然後我。停車嗬，未記 come engine， 然後我就接起後，我看我冇 come engine， 成個幾點鐘啊？你看啦，然後隔壁人嚟卡門，然後我隔壁人嚟卡，做咩有人嚟卡門嘅？奇怪嘛，是唔是？然後咪開門出來，係人同我講，你車冇 come engine， 你是八道掛口係啊？是冇Airbnb。特別你到 Airbnb， 特別你啲嘅路邊啊，是你 side 你driveway 位啊？driveway 位是我 book 嘅Airbnb 是一間厝嘅。然後你一時唔知看到你 engine 出現，你後尾 exhaust 出現咧，叫嚟講咧。伊是開，另外迄個車是開掉，然後迄個車火個了是開掉。你使看到迄個車。哇！人你落你每唔冇所人嘅錢真係歡喜啊！哇！厲害，紅豆烘，我把刀時我就會食這字啊！我去到你嗰邊店嘅時叫做紅豆烘，是哦，嗰邊店。特別我就關係叫即係這裡兩都沒，你在兩剛是住紅豆烘，唔知哦，嗱當然到這邊會死，當然咱係 clubhouse 這間大頂會死，依就咪做兩剛啊。因之乎你本身是個兩，唔知咩兩係咩了往。高潮嘛，兩剛，所以我叫兩剛。頭係講兩貴，然後我講兩剛嘅好聽。你問住咩？我看到這博劍店，
保險啲都到邊講話，你 mute 到這邊咯，到底下邊講話你先有較明哦。Hello， 嚇較明喎，較大聲。係咯，唔使。Clubhouse OK 嘅，但係我聽真正明。你聲到這邊較大聲過嘅 Google Meet。是講我就攞小英。係啦，攞餅啊，當然攞餅嘛，有啊，你看到小英哦。我未看到 Clubhouse 嘅人係小英。對。冇 Clubhouse 冇 video 嘅意思嘅，你聲咧。對。OK。我都唔係小英，如果係你係實幫咁啲長啦。哎呦，你阿莫人你不能曉。樣就是看 conversation starter 嘛。This one is how salty sweet dumpling。伊人講what's the triangle？ This one's pyramid Egyptian snack。伊人了講BT，佢看到 B 一 D 呢。嚇，叫佢 BT 㗎好似。有。OK。這裡兩剛剛嘅小英家家人請差。冇咩想咧，應該啲。我係十年前嘅小英嚟。特別下次你當看較少年個 ，I think 你 dress up 嘅時候啦，有可能。dress up 嘅時候，你個人較 casual 看。แล้วOK，等陣佢會講，直會講梳頭，我咪告訴嚇。嚟你講兩個。咱用 combination 嘛，嗰啲用 combination 嘛。對。假如去公司是這個號碼，厝嘅乜是這個號碼，即係像我厝嘅時候，去公司得1、2、3。對。咩厝乜得1、2、3字咯？我喺經驗冇。有，我特別我唔是到公司，我公司我冇，我到公司就只有講冇啦。特別我係做工嘅電腦教我係個本身電腦我有公司參起來咯，接嘅是拍password啦。想password啊？冇想，就是冇想。那陣時我去我 computer， 我出來我做工嘅，我就拍我係到厝嘅password，然後都拍唔到。แล้ว你到啲公司有啲公佈都拍唔到啦，有時要參掉。有時亂，自己們亂咗，厝嘅個公司嘅參起來。有時你有厝1、2、3字，特別阿諗到驚嘅咯。有人隔嚟看，係咪數？是唔是差啊？我有一道是我講過一道，我到底哈士奇我都玩我手勢啊！呢，我一道是我到底出來，然後Bruce 個冇掉 ，Bruce 去 LA， 然後我自己講到出來，我禮拜我要去我出去唱歌嘛，然後我出來我都夾掉我車手勢，然後我有他直接我個要夾我自己 music stand 去，我都夾掉我隻 music stand， 然後我都去先開我車後尾嘅迄個 trunk 啦，車後尾 trunk 叫咩車後尾嘅係咪叫位哈 bonnet 位哈，然後我都去開嘅鎖匙開咯，還是我車未 lock 過啦，後尾我車未 unlock 過，因為我車嘅 lock 是用嗰個 clicker 嘛，但係滴嘅嘛，然後到底我車後尾我是用鎖匙開嘅嘛，我就開咗，我就行，我係出來，我係出頭整曬即 driveway 是斜斜嘅，然後我就開伊個掛起來，我就行我 music stand 咯，我就行我 music stand 就去啊，伊斜嘅時候，所以我係 bonnet 嘅掛就俾冚咗。你就要冚啊！我要去爭呀！我手劍掉我車鎖匙，我車鎖匙夾落入去，我窗嘅位，你一句你 bonnet 會冚落嚟。แล้ว我車個 lock 掉，แล้ว我鎖匙個搭兩邊，แล้ว我個冇鎖匙，我鎖匙個度車 lock 掉，我未接到對我厝喎，แล้ว該成個一開始個 drama 呢嚇 dramatic 啊之頭，我講試下我按怎做，แล้ว我個唔知咩，我唱歌我早起我8點都未應該教唱歌，แล้ว我是教8點教下邊嘅，我當然7點幾啊7點8字我特別換車去下邊15分鐘對教嘅，7點幾啊我試啊我按怎啊，一樣等我到下邊唱歌8點半就殺唱啊咋，我咪是拍電話去我出數，我講我係車條落啊，我未來落是背我能係吹條 replacement 能擺叫別人搶，啊無落特別叫 somebody 來載我。แล้วอีกที因為這是件難，就講 OK 我來載你，上我車來載我咯。
แล้วเหรออีอา未來時我哋單條一來時啊，就係仲有落雪，哇殺落雪，แล้ว我就好個在我嘅 garage 啊，我可以接我 garage 嗰度就我 garage 被冚過咋，我早就去我 garage 裏面等咯，等你男嚟就係話，你嚟過，then 一等我等你嚟了。我被打到我係幫照喎，我見照，你冇？佢哋俾一幫照啦。你冇學，你試我被幫照，你安怎啊？你我個買 keep 一會幫照，你我看，喂，啷在 Costco 嘅 mix nuts 啊，我就一隻嗰隻 Costco 嘅 mix nuts 一袋嘅 plastic 過嚟，因為有擴一檔，佢對我 recycle 嘅湯嚟咗，然後之後到底後邊嘅幫。到這邊綁了個不要緊，我冚起來，我下到對我 garage 位，因為這些人來啊，吵我去到邊力加上班一嘟嘟好點聲，我就落車一直綁我落車，我這些妹就開起來行，這個一頭起麥，一頭剎車，一點聲個轉就起，後面就行起麥位剎車，แล้ว車過來時，人就在我對處，在對我追處，我特別對嚟倒我搖，成日都淡配啊！冇變聲咩？啊冇，伊冇變聲，但點解係較久係我口度嘅聲噶啦？特別我對舊時伊冇抓啦。鹽嘛，有鹽咪看過。啊，對，咧伊冇變聲，特別我接來時我冇到啲個卡啦，我記住嚟站板嚟到，下時起我當見我係每一位有一個 combo。lock 伊個小鎖匙嘅，特別伊是鐵，啦伊成個 screw 住去伊個壁位嘅，你特別有 combo 了，伊個會開嘅，開起來裡面是一個鎖匙，是頭我接我厝嘅鎖匙咯。而我 garage 尾部有 combination lock 啊，當然我係使訂，我對 garage 對開啊，就係 combination。然後當然然後後尾每一位當然我佢是係 combination lock 嘅接我厝呢。你我見我一到試路在我積壓啦，我特啲個開開掉，等下個被幫助。我成日特行，咁樣唔掉就掉啦，特行衰就發生就掉啦。我當然我見了，然後佢我係做鎖匙，當然我鎖匙啊，我有一個一成日，你在人嘅基建誒位有一種好咯，一成一個成日電話喺個線嚇呐，伊啊，你看呢，哈，呢，安尼看呢線嚇，然後伊交到啲我手嘅咯，所以我特擺我騎我車，我就是交掉我手，我驚架樓啊，特一刀啊，把手劍咩？攞乜條鎖啊？成日明明嘅條鎖 lock 掉落啲厝裏面咗吧咯？攞緊啲經驗啊！冇，特別我有一個 colleague 啊，當初啊，我做工啊，佢只有 travel 嘅咋，然後我係個當初啊，伊款，伊唔是講真正少年家，伊來20幾歲啦，我人家了我20幾歲，對。伊個款啊，成個來見他款，伊邊啊，真正見他款，然後特人來 even 啊 customer client 個了，佢只特別做亂伊咋，做亂伊講哦，你見至上面是帶見啊 from school 來做工，我人個 engineer 來咋，真正伊人佢只講啊，衝地啦，講少年，真正來見他款啊，所以佢只啊，我哋物件發生嘅，有 at least 2擺啊，依家because 我人冇 train 只個嚟 intern 啊 ，intern still 讀冊啊，所以 ES 大家出去但就是攞腳人攞嚟 engineer， 一類 sometimes 一類是 intern 嚟，所以伊錯 intern 去啊，真正即係歹勢物件 happen 到伊，有一擺伊大咧我人去即係飛機場啊。我人泊車咯，我人泊到係你long term parking 嘅位 ，sometimes 是 open air 係咪啦？有陣時個嚟坐 shuttle 去嚟飛機場，所以伊泊啊，因為伊開 boot，because I get bag 啦 ，I get equipment 出來啊，伊啊佢只放物件，鎖匙啊，車鎖匙啊，都係你 boot 嘅位啦，到啲頂面，冚係你 boot 咋。
哦，到底南边哦，旁到底不南边。你記佢先做啊，佢考 Triple A 啦，對。你掛點下嗰個單 Triple A 嚟開到車數時啊。伊特部論盡本嘅啦，伊。論盡咧，伊都一擺我解去，伊都喺你飛機場嘅 counter 為愛 boarding pass 上面愛 check back 啊。伊都喺邊，伊嘅即係係咪 identity card 係咪登記？登記，到喺邊嘅是有。行走去，甲落去，愛接甲你 security 點先先？冇呀，伊唔知去登記係甲去落去。喲，安尼行去安尼啊，伊唔知吹甲幾隻人安尼。啊，成 absent-minded 咧。absent-minded 無記啲。無咪記啲嚇，無記啲。記啲無好。慘誒！我真驚咧，反正啊，我其實我真驚，講啊，我就特別斜講嘅，我去 airport 啊 travel 嘅時候，我特別是別特別講俾 check 看我搭一個位，搭一個 pocket 有蝦米 ID 或 passport 嗰啲，我特別知嘅，因為我驚我真正煩惱講我放掉，我特別困放下我嘅 nightmare 佢就是去個 airport 咧嗬，全部 passport 嘅，但是未記之類未記啊你啊，我本時你講你，我那是講落雨啊。我冇夾 umbrella， 我那是只夾 umbrella 呢，我特別咪夾背記啊，唔是背記 handbag，就是背記。啊 ，it throw you off 你 routine。แล้ว有一道是嘛是 spring 咯，แล้ว我就穿我 spring coat 啦，แล้ว去到一個 branch 啊，嗰時嗰陣是32厘嘛，特別去選，แล้ว去嗰時啊，我背記到一位到一，下一日要做 presentation，แล้ว嘛是特別夾咧 projector 咯。只隻 projector 呢，我 overcoat 未記啊，แล้วก็唔敢個歹勢，個唔敢問講，想嗱個哎喲，你唔知做緊咩 VP 啊，個未記你 overcoat 咯，แล้วก็特別嘅笑啲未記咯，แล้วก็特別會記講多一下一日落雨，個特別去吹我嘅 calendar narrow down 就是3間啦，佢都到底得落去，放到得落去啊，แล้ว每個3間嘅人咧，人個有。特別唔知是最嘅，แล้ว我講 why， แล้ว我去睇咯。我人喺嗰做工嗰陣慘嘅啦，because 你話 company 加去飛機場白了，แล้ว你一實做事咯，แล้ว你坐飛機啊，嗰條水車，嗰條嘢 rental car 收事啊，所以真係坐安尼 step 啊，佢叫佢一掉，係啦，坐睇死物件，寫水物件 on the job。我嗰陣時啊，伊人講話使水車，我冇水車，我特都是用 taxi。哦，我人掉水車。我淨掉背記物件，唔是背記 sunglasses， 就是背記我嘅帽，唔是背記我嘅帽。我想借迄個 umbrella 用一刀嚟就拋起。未記啊，對啊。特刀咧，我係按上擺，我係按命，我特刀俾 umbrella 冇用。你我去到銀行嘅時啊，你只 umbrella 我改訂30支。你1號即是1號嘅，2號嘅，19號、30號咁嘅啦。你特登佢只一支，你使訂，你使俾30支，我奇怪，應該是25啊嘛。伊唔知係咪屬於是30啫。特支都用。30支哦，因為 boss 就叫一條 bill， 伊講。掉唔掉誒？你買30支 umbrella， 我講掉，我係講 ，because 我係買一支未使買，但係買30支，我係講唔要緊，我是做 incentive 啊，我冇計講，實在是我自己留。你係講的是學 customer 啦。我是講學成等下成累。哦，學累做工人。我啊，你嘛係。umbrella 冇放幾啫，30幾塊一支啫。啊，這是10幾年前啊，一 double layer， 一個真大機啊，一個是like golf umbrella 嚟嘛。emblem 啦，個 special treated 啦，個 ultraviolet 啦，係咪日真正物件都掉啊？แล้ว嘛是我嘛是掉，แล้ว我用嘅時啊，แล้ว我咪拍機咧啦嘛，喂，個拎嘛講我真撩你，我講係咪啲撩你？你拍廣告嘛？我應該是拍廣告。because 係 company logo 啦。company 物件實在是表記嘅嘛，แล้ว我嘛是แล้ว冇做咧時候，我存10幾支。你唔係搞咩？我本來喂鳥一支，喂
哈咪掉啊！我朋友一支，我個 email 給我朋友講啦，喊人愛一個 first top quality 嘅 golf umbrella email 啊，我使嚟我出橋一支。搞啊！我穿十幾件啦，咩事要噴幾十幾件本啫，所以是未辦。你只看看嘛啦，你就夾 briefcase 啦，你sometimes 你看你見到一位啦，你就要穿 boots 啦，關帶鞋啦，係咪啦？荷包啦，帽啦，白鏡啦，咩啊？係咧呀 ，because 一個成一個膠啊，係咪啊？即係背基本是呀 umbrella 攞到，不是噴機。誒，你講到我個時候就講我係車，有一道。我車我頂到我學生老車嘛，達身嘅，我 Form 6時，然後伊個 lock 車開門嘅 lock 是，你即係伊有一個 lock 了，鎖匙插入去啊，轉者是伊要開時你就彈用你擔你不在你講彈入去啊，伊該開嘅。所以我車伊個鎖呢是白鎖咧，伊是會鎖，伊是特別特機嘅。鎖匙本嚟用嘅，你裏面啲花成個是骨起來啦，所以冇差別用下面鎖匙，你轉伊本是會開嘅，特別因為嗰時要條彈咧，打尾伊袂使講家己開啦，所以我係換車嘅鎖匙嗬，甲伊嘅鎖匙是無相機無相嘅喎，啊真係老車成日可能啊，伊唔是換車 engine 嘅鎖匙是甲鎖門嘅鎖匙無相嘅，伊無相一支，唔是相一支鎖匙嘅。然後我都冇咧，嘛係自己鎖匙就冇啊，所以我自己想發覺就講，我係咪鎖匙冇嚟用嘅，所以我變做我都係自己 spare 機嗬，係到啲我係車卡帶嘅底位，我提嘅卡帶嘅底嘅成啲磅，佢咧我就係到啲底位咯，所以變做我冇驚講我無鎖匙換車咯，因為我未記啊，我凊彩去夾我厝嘅鎖匙啊，就係咪鎖匙冇會開嘅，我唔會，特別無人知啊，嚇，伊谷起啊，無人知，跟到我知呢，所以就好啊，係你變做我係落過去咯，我把就講我物件放到車，我會叫人來夾，樣叫我講你凊彩你係咪鎖匙冇會開嘅，我因為我應當我白車是到啲我去搭嚟係你。我去讀 accounting Form 6時，到啲加碼後尾一邊博士嘅。然後我白車咧，有當時我白車到啲我 church 為咧望在檳城中路嗰啲叫咩？興都小屋，一間 Bank Simpanan National 嘅邊呀，一間 church 叫做 Seven Sorrows Church 嘅。到啲黑邊嘅位，我為咗我 church sticker 我係使白合併，所以我到合併白車，然後我俾教物件學人時，我就叫人接合併 church 位，然後自己用自己鎖匙開我頭前門啊去夾，就是我落過來，個邊學類，個邊 combo， 凊彩特自己鎖匙冇一樣嘅，特別個冇人知。當叫我嘅希望我車嘅款呢，咁免驚未記嘅鎖匙。我唔係巴黎之前呢？之前美少哥，你明？你愛講咯，你知我哪落掉音冇？我講佢知。講咩嘢啊？你落音，你知我當然到啲很屌落音，你知當然電台嘅。我看到，看到，硬點嘅嘛。嚇，你會使學我落你一聲冇都。我搬落接嚟，愛講下咩嘢？我聽咧，好聽到愛咩？冇我是講有鎖啊，鎖是鎖頭啦。你有成個有蝦米鎖頭啊？條鎖掉物件啊，還是落起來啊？還是蝦米物件？告訴講。你厝頂到細漢時就自己嘅鎖匙，你細漢嘅時厝。我冇啊，我大漢了嗬，我係 housemate 啦，大 boy 啦，一點就冇用鎖咯。鎖咩？鎖路啊？一鎖一家己啦，一禮拜鎖幾日安怎咯？你是鎖一家己，是鎖一手還是鎖一厝？會使講無肯定就了就。講啊，不要緊，你都冇講準。你我梗係聽你我拍攝。拍攝咩？就面是路。你邊配得教？知。講啊，冇人知，人知你是住咪等陣，你嘅畫面叫做咩？
佢咪畫面嗰係畫面咩？嚇，我諗邊啲學見錄音嘅咧，是特特人畫面嘅。哦，我知了，係咪嚇？嗱叫咩畫面啊？都係叫咩？檸檬啊！檸檬有啊，未人冇啩？รู้เลยไม่ข้าว่ารู้เลยล่ะรู้สิรู้ว่ารู้กับกี่สันรู้สิฮันนะสิอ่ะอาจจะเป็นยูกี่รู้ว่า咩什麼？劉德華喎，劉德華，所以哦，咁叫被拍死啦，你是叫你名叫被拍死。被拍死啊！你未使被拍死，你講你數頭嘅告訴你。OK， 大家好，我是被拍死，講到數頭告訴你，我看到是你了。講我是很喜歡出來唔用數頭嘅。sorry， 我別記我細漢有係咪數頭告訴我大漢了咧，我就有機會搬出來大了嘛，免甲出來人大了。然後我就想講，咁樣去找一間厝，了個當我白白大咯，他大我意思。then 我發現吼，我係 housemate 吼，我兩個大波白白困嘛，但是好似冇 double decker，你就冇攞陣嘅。然後我人頭搬出其實，看到一條變成大條嘅，然後我邊嘛，一困來邊我困無靠咯。然後我直接發現，他們屬於他們困的是一邊成故事啊，然後我就心想，介奇怪呀！他們說有人係累，可是係蹲下驚到成故，叮叮鏘鏘咧嚇，你睇到？冇啦，冇講冇叮叮鏘鏘啦，冰冰有可能啦，紅音話，然後我直接我就心想在看着 OK， 然後我直接一陣早就困了，然後我對房間在開會嘛，開會啦還沒驚，然後一度。好啊，做菜咯，呢度冰先困，但是冰先困時咧，伊個陪單咧就開起來了。然後我就發現，他們說伊個殼安尼大包誒，咁我看真只骨無平白，他們說伊唔是規條，伊是一包誒。巴掌一粒。差不多啦，冇講一粒啦。然後我直接有機會成間真正快殼困，然後我就去看者咯。你唔捌伊咩？平常時你是讀冊時間去捌伊嘅時候，還是老朋友啊？你白讀冊多，一間房你去看，你就講伊成句係咪物件咩？冇嘛，安真奇怪咋？睇條過咧，過去馬大經我就死啦。然後但是我真奇怪嘛，他們說人困嘅時成句邊邊叫聲，然後伊殼。個安大包我就驚到咯，然後直接我有機會看到了，就是禮拜一下晡真正成日困。一前 styrofoam 嚇，冇，係咪嚟嘅？我唔知，我冇聽過。一前 styrofoam 嚇，佢哋 packaging 嘅嘢。哦，伊個寶貝嗬，要為伊個寶貝嗬做一個 cage 咯，然後有手頭。哦，但係一次冷嘅係你啦 ，just 啲lock 啦。咁樣講嘅，所以冰成故事有聲，你數頭真正細粒嘢。哦，伊是地殼用鐵做嘅，有可能。冇可能嘅咩？冇打波情嘅。有那個 imagination 什麼情節？什麼情節？出來到 Amazon 邊哦。我唔捌講佢查波嘅，sorry 嚇，我今日看，因為 housemate 我 roommate 是打波嘅，我 roommate 是打波嘅咧。了安怎？了你看到伊個規個 lock，伊是安怎看？你是敢若看到 lock，還是看到伊個規個 cage 本？你成日招人咧？但對都是看到招人咯，佢哋 cage 看到攞水水哦。這是特別你講，這是一隻招人，還是一招？一招到底一招人來面啦，特別你一個即係你有隻數頭度對邊嘅？對，有數頭嘅細細粒嘅，真正細粒嘅。哦，所以特別聽到傾都是伊數頭嚟，是邊嘅事，對，邊嘅事 ，yes。然後我就係喜歡伊소시得嗰度嘛，你睇소시得嗰度喲？嚇，得咯。소시得伊爛地。哦，情調一條鏈，你好，我唔捌看過人。即平常時人情嘅你看你，即是啲落嘅。但係告訴我，เขาอีกน้องเย่น้องไก่แล้ว幫住條頭。OK， 伊個嚟 catch 伊招人哦，就是伊是棒嚟，但是伊棒是無雜誌嘅，伊是一分嘅棒嘅，一外棒。哦，伊是拍壞呢，是滴。對。所以是像個研究嘅 size 就。
勁少切一半咯，半片勁少那款，所以攞你冚起來了就攤鬆。因為我哋手頭是特別邊啊，鐵嘅掉。我因為我全部數時嘛，因為我直接我人有去游水，因為我大。一路冇哦。樓下間游水，小咩冇得冚會 ，hello。咪制。唔是，但係從我係咪特別嘅？你想講你解照俾照一樣數時，你俾照一數時樣係啊？你想你咪自己隨意照係定？想你唔敢會？唔是，我是講何以為話，都係用條我係照浪時哦。但是讓條我係照浪。因為你看到嘅時候，你看到伊個浪是鐵啊。鐵啊！別靈咩嗬？喲別靈咩嚇？喲叫咯，喂，個了叫去個了。對，我個人講有嘢，我看到嘅是叫了嘅，我有咩人啊？咱大波上擺看到唔見，硬起來是安怎啊？我是掉落咯，掉錢哦。pressure cooker 咯 ，instant pot 咯，就是安尼款嘅，有淡薄 happy 嘛。instant pot 咯，咧時間 break 出來時候，佢叫你唔係佢叫你咩啊 ？Incredible Hulk，然後啪，哇！佢起來嘅妹。誒，但係你講過一項，你講過一項咁嘅類似小豬時下講。不，我是講我去小豬時，我剛發現原來鎖匙我出來隨機冇看到得多頂。哦，就是阿莫君呢？對，阿莫君。你咩意思？搭擺滿成呢？伊搭擺滿是情調呀？你白嘢嚟估佢哋？不，老實講，我是冇去看伊幾時有情啦。我是聽到有聲時嘅仔咯。แล้ว有時我人有時有人講嘅嘛，哎呀，我嚇。伊就要開你所我介使去幫助啊，喲。免開嘅，因為是人啊，以前人嚟嘅，所以湯啦，伊個。แล้วอีที่我幫助啊，你看伊嘛是幫個一時嘅。無，伊係等伊拖出來啦，伊招會拖，伊坑伊胖出來，成個隻拿，然後呢拿嘛是有胖嘅咯。哦，所以你 slot 嘅位啊，特別你看乜好好啊？你咩是被冚到伊招啊嘛？我都是愛梅啦，做咩事？我度伊所是一個情嚟做咩咧？阿咪意思你特別加一缸嘛？你特別加一缸嘅開，特別我唔知講伊是情色還是情咩，我唔知啦。情係咪意思？做咩事伊係情咧？咱每看別派時間就講下了。嚇！嗰陣時我真有經驗情招人咩？唔是你講你是我人激動啦，咪是一個人捌看嘅人情招人嘅咯。你是 for the psychological thrill 啦，有時 imagination 淡薄啦。誒特別是咩？你感覺是這是情了，正情一笑嘅結爽嘅嚇。哦，我想是只成個有人嚇，有可能是以前要業主人可以一個數字 extra 咯。有人 bondage body image and 一款嘅種嘅人嘅 psychology，伊人愛情嘅一款嘅物件啦，是上個有人情數頭啲嘢 Prince Albert 嘅啦，一款嘅物件咯。查某嘛是有，你查某那是有 label rings，你會用細數頭。冚起來 label rings 嘛，特別那是被幫助你，真正咩事咯，你特別快，開個了你會收頭個了，就幫助。特別我捌徛個人情邊，然後不得邊啊，啲幫助嘅事啊，免徛上碗嘅人啊，那是無頭嘢，那是無頭嘢，Prince Albert 伊個就會噴來路嘅。哦 ，Prince Albert 是等陣 ，Prince Albert 我知是你piercing，伊是硬到嚟，我唔知，我想Prince Albert 是到底你佢只頭整㗎，還是到底伊有啦，頭整啦，哦，那是你說佢只會頭嚇。擼我當佢咪照上俾出來啊！你看當佢 ，because 擼誒出邊 membrane 真正薄呢嘛。Oh shit！ membrane 即係sensitive 係真薄呢，所以擼堵住嚟坑啦，擼誒 ring 是安尼款啦。得唔咧 ？OK。要學嗰個別先嘅事。對，安尼奇怪。嚇，對，我講別先是啦，講嘅啦，無係咪 Prince 講嘅啦？你兩百用嘅呢款嘅。
哦哇！這是我去 surfing 是路嘛是路賽車去咯，賽車去了路被安怎做過路嘅鎖匙啊，路嘅鎖匙那是 electronic remote 路都被係啲路入邊路嘅地啊，路係入邊地啊，接去啊係水嘛是睇了咯，所以路練路河頭一邊路口，แล้ว路被開嘅時路用路嘅 number，แล้ว路即係啲得路落到啲得路，路落到啲得路。你看到啲呀？這裡呢，路是誒 lock 起，那是路嘅車有伊個 handle 是這裡，隻 call，按照手撳嘅，按照路嘅手喺那邊嗰邊，然後這邊有波，所以路被靠到啲車，那是路嘅車是。橋起嘅呢，橋起開嘅呢，路被用這個啦，特別路會用這個，所以路會連那是有這個，有坑嘅呢，路會用這個，是路吹路會拖哭，阿會頭前阿會對，路用這個。我俾教你，別拍攝哦，別拍攝你俾看我啊，你使去 YouTube 嚟看啊，大媽攏講嘅當今到啲 YouTube 你會看到，我 live 到啲 YouTube 嘛 ，youtube.com/Penang Hokkien Podcast 嚟看到啊，嗱是你會去看小影，這就是對英國中嘅都好玩看嘅咯，哦。所以呢個是這裡較安全啦，冇你那是用。你拍攝，那是用講話，你係咪都係拍住你繪本啊？哦，好難看一次。哦，安尼看呢？哦，伊是有影是龍的膠誒，伊唔是一個伊是干那，伊成個膠包呢？呢誒是 ，OK 看到啊。哇 ，OK 啦，同我仲講係講落啊，所有係咪唔記得講一點正48分鐘過啊？你看你話啲本個人咧正面講咯，搞嘢夾實啦是，咱嘅 topic 其實係 excuse 嚟，咱愛講嘅就是唔夾講嘅。OK，講嘅這邊先啊，我這邊特別嘉賓咧，這個禮拜嘅Google Meet 下邊嘅特別嘉賓咧，就是半減啲英國中阿三lak沙兩港港。後啲我攏走去困起我看，然後個有豆哥啦，個鹹水啲冇講到，然後個 Clubhouse 下邊走去了嘅阿蕉無毛白，然後當金春三百拉讚，然後個有Tricky Bean 半鹹，不Tricky Bean未使講。即係嗰啲個冇白嗰啲個，แล้ว個大媽話你個人講你教人未拍攝，OK， 講到這邊先，你禮拜你兩個都嚟到對嚟收聽我人講把你無相嘅話題是 ，OK， 拜拜。Clubhouse 先嚟聽上咪走個有一條個。等陣我放唔到聲。OK， 到底 YouTube 嘅位錄掉嘅人，我頂這禮拜若是無看到 episode 咧，就這邊會訂，這邊咧就是訂啊，你會訂看訂聽 subscribe 咧，是我有現條錄音，咪是幫新 episode 是對通知你，一啲會買 T-shirt 咧，辦義咧，浪頂面零浪一啲嚟浪買 T-shirt 辦義充幾條呢？到這邊訂，拜。